呢部 Canon 嘅 EOS 7D Mark II 咧係我哋旗艦級嘅 APS-C 數碼單元反光相機。咁呢部機咧最大特點係有65點全十字嘅自動對焦感應器。咁如果用咗全十字自動對焦感應器咧，影相嘅時候捕捉主體咧就更加容易同埋準確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呢部機嘅連拍咧係達到每秒鐘10張嘅，或者可以大家聽下佢嘅快門聲。咁如果要捕捉一啲好快嘅動作咧，呢部機就非常之適合啦。喺拍片嗰方面咧，呢部機亦都有非常之大嘅進步嘅，佢可以做到全高清嘅50P 拍攝啦。另外亦都有 Dual Pixel CMOS AF， 喺拍緊片嘅時候咧可以自動對焦，仲可以調校埋個自動對焦嘅速度同埋靈敏度，令到拍片嘅時候個效果更加好嘅。呢部機有好多源自 EOS 1DX 嘅功能啦，包括喺 Viewfinder 入邊可以做到人面偵測同埋顏色偵測嘅 EOS ITR 對焦系統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佢個防塵防水滴能力咧，亦都貼近咗 1DX 嘅。另一方面啦，佢個 shutter lag 咧同 1DX 一樣係55個毫秒，反應咧比起以前嘅機更加快，更加接近專業嘅水平。